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見到你平時都係一個好積極面對生活，對生活投入好多嘅熱情，好信任自己每個選擇嘅人嚟噶。但有時步調似乎行得快咗少少，令到自己冇時間去慢落嚟觀察周圍發生嘅嘢，而大部分都係直接跳咗去結果，忘記咗個過程啊！咁所以水晶卡提醒你，嘗試去培養屬於生活上面嘅優雅。當你慢下嚟去生活嘅節奏，你就可以品嘗到人生入面真正嘅體悟噶。同時要學識去放鬆平靜自己，多啲深呼吸，專注翻喺自己當下嘅內在，幫助自己去回復平靜，而唔係用腳步、用速度、用急趕去追趕生活嘅節奏，忘記咗自己最需要嘅係乜嘢呀？或者可能因為過去一啲事情，令到你不得不急速地去走，去行你生活嘅節奏。但係呢種學識嘅平靜同埋優雅，都可以幫助你慢慢放低過去一啲唔開心嘅時間。所以唔使急，過去嘅嘢佢始終係會存在，但係你可以選擇唔去俾佢影響噶。今日可以多啲留意45、46或者9嘅倍數嘅數字，去明白有啲事情其實會慢慢地迎接去一個終結嘅位置。你要做嘅係準備好做一個全新、更加開心、信任嘅自己啊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